現今咧，好多人咧都會好怕食白飯嘅，認為咧白飯係好肥啊，會影響身體健康噶。咁啊，我想講下咧，日本人咧點解食咁多米飯咧？但係咧，佢哋都係世界上最長壽嘅民族之一咧。當中嘅關鍵係啲乜嘢咧？今日會同大家分享噶。大家有冇食白飯咧？食幾多啊？歡迎你喺下邊留言同我分享啊！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營養師媽媽 Priscilla。3月嘅時間咧，我去咗日本旅行啊，就周圍行下街啊，食嘢啊，感覺都非常之開心嘅。咁喺旅行嘅期間呢，咁啊對於日本飲食文化啦，咁特別係食米飯嗰方面呢，有一啲新嘅體會，咁好想同大家分享下噶。咁有一日呢，我哋呢就去松屋呢係食早餐噶。對於香港人嚟講呢，松屋應該都唔陌生噶啦。咁係一個日式快餐連鎖店啦，同吉野家呢食嗰啲嘢都幾類似嘅。佢哋呢有啲嘅定食，每個定食呢都會有一啲嘅飯啦、麵豉湯啊。咁我哋食早餐嘅話，可能有啲蛋啊、香腸啊，或者可以揀魚啊、肉啊。嗰個飯原來有得揀 size 喎，咁我咧就揀咗個迷你嘅最細嘅 size。咁至於我個女咧就揀咗正常 size 啦。當食物嚟到嘅時候咧，見到嗰碗飯咧真係嚇咗一大跳啊！咁我嗰碗最細 size 迷你嘅飯咧，喺我角度嚟講咧，都係我哋平時咧嘅碗幾飯噶啦，估計嗰度有6-7湯羹飯噶啦。我個女咧嗰碗普通 size 嘅飯咧，哇，簡直即係非常之大碗啦！咁啊，我就認為嗰度碗半至2碗飯嘅份量啊。咁呢個咧引申到咧，我諗起一個問題，點解日本人咧食咁多飯咧都會咁瘦，同埋係世界上最長壽嘅民族之一咧？我哋而家咧成日都叫人哋唔好食咁多精製嘅穀類啊，咁白飯咧固然係唔應該食咁多嘅，甚至咧好多人咧都視白飯為一個洪水猛獸啦。食正餐嘅時候咧，通常有啲人咧就唔會食飯啦，就可能淨係食餸嘅。其實飯係咪有害咧？可唔可以食飯咧？首先我哋講下咧，日本嘅飲食文化咧係非常之重視米飯嘅，對煮米飯都非常之講究噶。咁如果行入啲電器鋪啦，咁咧就會睇到有好多種類嘅電飯煲啊，唔同嘅米飯嘅煮法啦，唔同嘅軟硬度啦，睇得出咧日本人係好重視米飯嘅。好似我去一個溫泉酒店咧，有一個日式早餐就係喺房裏邊咧提供嘅，佢哋咧都係用一啲鐵鍋咧就煮咗啲香噴噴嘅飯咧，珍而重之咧咁咪打開俾我睇啦。呢啲咧就係煮好嘅飯啊，咁請享用啦。可以睇出咧日本人咧係視米飯咧係健康飲食嘅一部分嘅。有啲人咧就話日本人食嘅米咧係珍珠米啊，升糖指數咧係低啲嘅，同我哋中國人食嘅米飯就唔一樣啦。咁亦都有啲人咧就係話日本人咧食嘅飯咧，特別有陣時係攤凍咗啦，整壽司啊嗰啲咧都係有抗性澱粉 resistant starch， 冇吸收得咁多熱量嘅。咁我有條影片咧都係講抗性澱粉嘅，大家有時間去睇下啦。我就個人認為咧，呢啲都唔係話最大嘅影響。我認為咧有3個原因咧影響日本人咧，即使食咁多白飯咧，佢哋仍然都係咁健康嘅。第一咧就係日本餐嘅營養價值啦。有研究顯示咧，日本人食嘅米飯咧，對佢哋嗰個患上心血管病嘅風險咧係冇影響噶。換言之咧，即係話如果有日本人有心血管病嘅話咧，都唔係話同佢哋文化之中係食白飯係有關係噶。我去松屋食嗰碗嘅飯咧，其實佢個份量咧係比較大嘅。平時我去日式餐廳食嗰啲定食咧，嗰碗飯咧就唔係話咁大嘅。不過咧好多時候咧都有一碗噶啦。咁佢哋嗰個碗咧一般亦都唔係話非常之大嘅。譬如我以呢一間嘅日式嘅餐廳係做一個例子啦。咁我去呢一間餐廳，佢哋係主打咧係食飯嘅，裏邊咧有3種飯可以揀啦。咁又有白飯啦、多谷飯啦，同埋有啲加咗筍嘅一啲嘅飯啊。咁我咧就選擇咗多谷飯嘅。大家睇咧食飯呢個文化裏邊咧，佢哋咧配搭嗰碗飯咧，最大個關鍵咧就佢同時咧係配搭一啲健康嘅食物嘅。譬如咧，我呢一個餐咧就係跟豆腐啦，或者咧好多時候佢哋係會跟一啲嘅魚啦，咁都係一啲好健康嘅選擇，同埋會有一啲蔬菜嘅配菜啦。食飯嗰啲人咧，好多時候會有機會咧就食到一啲健康嘅蛋白質同埋配菜啦。咁同埋咧，傳統嘅日本餐咧都係傾向係低脂嘅，譬如嗰啲豆腐啊，佢哋嗰個烹調過程咧用油咧，即係除非係油炸嘅天婦羅啊，如果唔係咧都唔係話好多脂肪嘅。咁所以咧整體咧雖然係有碗白飯啦，但係個熱量都係比較偏低嘅。整體咧傳統嘅日本餐咧，特別呢啲定食類
類咧都係比較係均衡嘅。呢個咧就帶出咗咧整體一個人食嘢咧就唔能夠淨係睇你有冇食一樣可能比較冇健康嘅嘢，係睇你個整體嗰餐嘅均衡性嘅。除咗一般嘅脂肪唔會太多之外，令到佢熱量唔會太高之外咧，第二咧就係日本餐嘅份量咧都會係比較低一啲嘅，因為咧佢哋好多時候日本餐都係用一啲好細嘅碟仔啊、碗仔啊，咁啊放一啲少量嘅一啲唔同嘅食材，嗰啲份量咧就冇咁容易超標，同埋咧亦都係可以減慢食嘢嘅速度嘅。帶出就係日本嘅文化，亦都係比較係即係欣賞嗰啲食物啊，慢慢享受啊，慢慢食係有關係嘅。你有諗過營養治療可以解決你嘅健康問題嗎？港營聚由多位多年專科經驗嘅註冊營養師組成，按你嘅健康數據精心設計個人化嘅營養治療，等你解決健康問題，透過簡單易用嘅溝通平台，安坐家中同營養師聯絡，輕鬆處理健康疑難，提升生活質素。歡迎你聯絡我哋，預約15分鐘免費評估，踏出健康第一步啊！第二方面咧就係講翻日本人咧嘅體型啦。嗱，目前嚟講咧，日本咧差唔多係全球最低肥胖率嘅民族之一啦。我哋睇翻肥胖率啦，如果以體重指數 BMI 作為一個標準啦，超過30其實係屬於非常肥胖嘅界別啦。咁其實日本人之中咧淨係得3.7% 咧係超過 BMI 30嘅啫。至於美國人嚟講咧 ，BMI 超過30咧係去到38.7% 㗎。而整體咧，日本人咧 BMI 超過25啊，你屬於一個超重嘅標準咧，日本人咧只係得2成4嘅人咧屬於超重或者肥胖嘅界別嘅啫。相對嚟講咧，美國人咧 BMI 25或以上咧已經係去到70㗎啦。由於日本人咧個體型係咁標準啦，有機會咧就係佢哋咧即使係食一啲精製嘅澱粉啦，好似譬如米飯啦、麵啦、烏冬啊，對佢哋嘅影響咧都唔係話非常大。相反嚟講咧，如果本身已經出現有肥胖嘅問題啦，其實食嗰啲白飯咧對一個人嘅健康嘅影響咧就特別深遠啦。第三方面咧就係日本人嘅運動量係比較多嘅。我喺日本嘅時候咧都係用日本嗰個鐵路嘅系統啦，周圍去唔同嘅地區嘅。每一次我去下邊咧去到佢哋嗰鐵路嘅時候咧，哇都覺得好犀利嘅。日本人佢哋有一個四通八達嘅一個系統啦，啲人咧都係需要上上落落啊，上落樓梯啊，行去呢啲點啊，活轉車啊咁樣樣。咁我睇翻咧2017年咧一個嘅報告啦，史丹福大學咧睇過世界唔同嘅國家咧，大概咧係有70萬人咧用翻佢哋個電話啊裏邊嗰個計步器啦。咁啊睇翻咧，原來咧日本人咧平均每日嘅步數咧都有6019步嘅，而香港咧更加多嘅6880步。美國嗰啲咧就係4774步啊，每日少咗成1000幾步嘅，係對一個人嘅健康咧有一個好深遠嘅影響。特別好多人咧係由香港啊亞洲嘅地區咧移咗民咧去北美嘅地區啊，好容易體重升高就係咁解。所以一個人咧嘅生活環境係直接影響一個人嘅健康嘅。日本人整體個生活方式咧，特別大城市嗰啲咧，佢哋咧都會有多啲嘅步數。咁不管嗰啲咧係翻工啊、日常生活啊，要去唔同嘅地方啊，嗰啲無形中都係一啲嘅運動量嚟㗎。呢個一個好嘅例子咧，我哋平時咧成日會講一啲嘅食物，我哋可以食唔可以食，但係咧最緊要咧都係睇翻一個人嘅飲食嗰個整體性係咪均衡。一個人佢整體飲食係好均衡嘅，佢又唔係話食好多煎炸嘅食物嘅，有好多健康蛋白質啦，有足夠嘅菜蔬啦，平時食嘢個份量係合宜嘅話咧，可能咧佢飲食裏邊有少量呢一啲比較冇咁健康嘅食物咧，對佢健康嘅影響咧都冇咁嚴重㗎。第二咧，亦都係睇翻一個人嗰個生活方式啦、生活環境啦。如果嗰個人係步數好低，生活環境好靜態啊，全部靠車出車入嘅，運動量唔夠啦，當然咧就係冇本錢咧係食咁多嘅米飯啦。我去到呢一度咧就唔係話鼓勵大家要食多啲白飯啦，你要睇下你有冇呢個所謂嘅本錢啦，就係你嘅生活方式啊，整體飲食係咪食得健康啦，決定你咧可以食幾多嘅。鼓勵大家咧特別食多啲係全穀物啦、多穀米飯啊，或者紅米糙米飯啊，多穀物類咧都應該係一個比較理想嘅選擇，而份量上面係控制嘅。今日嘅分享就到呢一度，多謝大家收睇，拜拜。